入冬了后，上介强的寒流来到位，这农渔民拢开始伫咧准备咯。亲像宜兰的农民就摕高接来啊，食雨伞，甚至家喷这烧水烟雾。训练的鹅仔场也有甲这鹅仔看布。另外，南投清境农场、花莲的调风农场也特别替这动物开家烧灯，甲因穿衫。农民替拄啊加接好的高接来时，添开一支小雨伞。寒流来袭，宜兰县三星乡内亚龙想办法保护花园，各使用喷雾设备以加温的水雾为公园环境提高温度抗寒。如果你没有把它撑伞的话，那雨水在淋湿在上面，那可能花朵就会烂掉。用热水在空中喷成雾状这样子啊，让整个这个区域的温度可以提高。寒流来袭，婚龄县农友也积极准备，因为毋那是结婚，气象署也针对云嘉南地区发布强风特报。观光草门园赶紧固定乌网，防止强风吹来。沙巴渔勇士河加强巡逻，开水车提悬水温，水潮浴场替一级场鱼仔盖一烟布抗寒。无盖咪袂大啦，暗时来盖我，日时若日头日时来掀开。位伫南投县真爱乡的清境农场，日加温只有1度。上有代表性的就是替羊仔剃毛的棉优秀，场风惊羊仔去寒着，为因穿纱保暖。农场会很贴心的帮羊穿上那个防寒衣，那也会做人工的保护。那当然，绵羊还有自己的绵羊油，也可以抵御一部分的寒冷。花莲县早起虽然温度来到16度左右，也毋过调风农场持续寒，是为惊冷的亚热带动物。最低价亚达波拉树菇准备好加一顶。只要低于20度的话呢，原则上我们会有烤灯给他们保暖。对，因为亚达伯拉属于亚热带的动物，它就是要达到40度以上的摄氏温度。入冬了后，上强的寒流报道，农林渔牧严防加温强风做好万全准备，毋望降低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